Next Comes Home 係點樣開始呢？其實就係因為似驗樓。7年之前呢，我從香港嚟到墨爾本，本來諗住揾份 IT 工啦，我就離開咗我做咗近20年嘅 IT 行業，投身咗澳洲嘅房地產。我喺一次驗樓裏面呢，認識咗 Kevin， 佢係工程師出身，佢嘅驗樓呢，唔係坐喺度等報告嗰隻，而係咧親身上屋頂捐地底，每一個角落咧都唔放過。我同 Kevin 開始傾啦，從買地起屋到咧物業投資，講到我哋都有同一個問題，好多香港嘅朋友或者華人啦，都有啲孤立無援嘅。語言係一個關卡，信任都係一個關卡。唔了解本地嘅市場，就一日咧，我同阿 Kevin 就坐喺一個舊 office 裏面，不如我哋一齊做一啲嘢啦。一個 IT 人，一個工程師，一個舊 office， 一個決定。但我相信咧，最好嘅公司唔係從最好嘅條件開始，而係從最真實、最實際嘅需要開始。我會記錄住成個真實創業過程，有苦有樂，唔會報喜不報憂嘅。下集我哋第一個成交嘅背後會係點樣嘅呢？ Follow Ricky 爸爸我嘅 Facebook page， 留意住呢我哋呢個系列。拜拜。